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姑娘，你要让死者入土为安呀。姑娘，难道你不想抓住杀害你母亲的凶手，让他们把你母亲带回官府，有仵作验尸，迟一分，凶手便逃远一分？该怎么选择，你自己思量。恭喜侯爷抓获逃犯。备辆马车，送罗小姐回府。是。罗小姐，请吧。侯爷，罗家的妾室和海盗刘勇同时出现在这里。官府那边，你给我看着些。我怀疑，罗家妾室的死和刘勇有关。侯爷放心，我会盯紧他们，尽快查案。嗯。江淮，你和刘勇本是渔民，因为海禁之故，无以为生，不得不认贼作父，下海为盗。虽罪不可赦，但情有可原。只要你交代出勾结之人，并保证你和你的手下今后再不下海为盗，我徐令仪以性命为誓，定将保你平安。你即使放了我的也只能再走此道。我答应你，我定将打开海禁，还你等渔猎通商的自由。海禁那是大明组织，你一个小小的侯爷，竟口出狂言，当我是3岁孩童？犯人自尽了。咱们费这么大功夫抓人，侯爷还为此受了伤，现在不都白瞎了？未必。谁是江淮口中我斗不过之人？满朝文武，能有如此权力的人屈指可数。谁是最想坚持海禁的人？便是最有可能与他们勾结之人。